弟兄姐妹，我们再过10分钟后，我们就要做礼拜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把自己的心预备好，带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并且也用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回应上帝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今天的服事的同工，为我们的所讲的道，还有我们在这里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所有的设备器械，我们为这些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跟为这些各样的服事的事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爱心的献上感谢跟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为你名的荣耀赞美你。愿你施恩看顾，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敬拜的众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你丰丰富富满满的恩典。愿你也恩待我们，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愿你施恩来看顾，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有服事的同工，无论是司会、司琴、讲员，或是我们在后面这些在音控的同工、直播的同工，我们的诗班员、招待的同工，我们各样服事的同工，都全然的带到主你的面前来。透过他们的服事，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侍奉，能够有美好的敬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
平安，我们感谢号角队。我们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我们一同来合一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崇拜你。独有你是圣洁的，你创造宇宙万物，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又赐历代的使徒和先知启示你公义慈爱的旨意，更感谢你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留下洗净我们罪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祈求仁慈的天父赐福于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尽传福音的使命，并以善圣的言行与见证，引领世人走向天国。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以及圣教会、牧师及同工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住进主耶稣的怀抱中。也祈求仁慈的天父赐恩赐给地上的掌权者，让他们能以前瞻的眼光来决策，务实的领导来做事，勇敢的心态面对内外的困境，增进人民的福祉。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的诗歌敬拜，若姐妹们、弟兄们不便站立的，可以坐着，或在唱诗的途中坐下。只要心灵诚实，也可以同样来诗歌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85首《你信实何广大》来赞美我们的神。
请依然站立，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满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借圣敌十字架，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并从那里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徒，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日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3篇。诗篇13篇，以下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印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起。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祷告。为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祷告，三峡卫理堂谢炯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国度、权柄、荣耀，皆是你的，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请贺兆鼎弟兄来诵读本周的经课。
经课第一处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教会旧约圣经19页。创世纪22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拿着火与刀，于是2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2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烧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2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经课第2处，在罗马书第6章12到23节，教会新约圣经169页，罗马书6章12到23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这道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果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那里乃是永生。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我们谢谢贺弟兄。今日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至42节，马太福音第10章40节至42节。
由我来为各位攻读。接待你们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我来的那位。把先知当作先知接纳的，就必得先知的赏赐；把义人当作义人接纳的，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谁，只因门徒的名，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得到赏赐。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献诗曲目是《你以否祷告》。
我们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在我们今日的正道以前，我们请于嘉璇弟兄来为我们做澎湖探宣见证分享。我们请于弟兄。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is is Captain speaking. We are arrival Magong Airport. 牧师、师母、各位执事，以及在座的各位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没反应。我也很少。好，那这张的话是我们在这个马公基督教国语堂里面这个探宣林志坚牧师的一个画面哈。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我们会后在一起休息。这个章的话，就大家应该都是会比较了解，就是澎湖跨海大桥。那这个就是渔翁塔灯塔。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影片我们就不方便再播放。这个就是牧师在这个外安渔港这前面。这个是外安渔港加三仙塔，这个也是有一些影片。那这个是二坎聚落的部分。这边是陈家三级古迹。那陈家三级古迹在日据时代的话，他们是做一些商业上的一些行为和买卖。他们卖的就是卖一些像这个就是三级古迹里面的梅饼，他们的销售的地方。这里面就有一些以前我们儿时的一些梅饼啊，一些饼干啊，一些 Q 的昂啊飘之类的。那这个是日据时代的比较豪华的一个建筑物，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二坎部落最豪华的。那这边就是它的二坎的街道还有就是它的古井。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这个是澎湖花火节的这个一些影片。那它也是庆祝这个迪士尼100周年。我们就这次有去参加他们的盛会。这就是无人机的释放。因为对，待会就会看到这个散场后的人会比较多一点。这就是散场后很多人，至少听说那天好像有2万多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到离岛的这个就是坐船到离岛。这是海上巡航这个统盘玄武岩的石壁。那这个是万安乡的这个花村那这是七美人种。那这个是龙德兄那七美石狮、七美巨鹰。那这个是牧师，他收集那个7个帽子的，因为他很喜欢收集这个马祖啦，
然后还有7个美因为7美它不是写7美，是7个美字，然后上面有写上帝祝福你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7美双星十副双星十副不是伤心酒店大家要那个十副叫酒壶大家可以学一下酒壶。那十副的功用，它在古代的话是用来捕鱼用的。那这个是马公的笃行石春，待会你就会看到那个就是张雨生和潘安邦的故乡。这个是这一个勿忘在举它跟金门他们是复刻版的，所以真正的是在金门那一个。那这个上面有2个铜像，一个是潘安邦他小的时候，就是外婆的澎湖湾。这个是因为是有影片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从这个他的铜像那边往外拍，就是外婆的澎湖湾的影像。那这边就是这个万金菌。那这个是古街的巡礼。中央古街，它是比较靠近那个妈祖庙那边，因为天气相当的热这些影像都是影片，然后这个是四眼井。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做心得的分享。感谢主的保守，让牧师师母，我与我妈参加此次澎湖马公基督教古语堂林志坚牧师探宣之旅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总共18位，平安成功。也很钦佩林志坚牧师的精神，他效法使徒保罗宣教的精神。保罗曾说过，还没有听见基督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免得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这在罗马书15章第20节。在陌生地区传福音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但使徒保罗却给后代子孙留下最宝贵的宣教榜样。许多现身传福音的人，就是学习保罗这种宣教精神，排除一切旅途或是文化、社会因素上的困难，到世界各地去传入宣教的工作，在那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献出他一生的生命，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讯息，感谢上帝的恩典。坦白说，今天基督教会已经逐渐失落到这种开阔的精神，很少人会想到这种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开阔福音事工。目前很少教会是存着有这种的认知，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需要基督教会来宣扬福音的讯息。相反的，我常常看到和听到有一个危险的讯息和现象，就是虽然当地的居民虽然很多，但是却因为教友会离开，教会因此而逐渐衰退下来，甚至有关门的打算，真是可惜。这不是真正福音事工该有的理念。有时我想，如果使徒保罗看到今天基督教会如此的懒散，一定会摇头叹息，并且感慨今天的基督教会践踏了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拯救的恩典。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受到大型人多的教会所迷惑，以为人多力量就大。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看人的力量，而是仰望圣灵的同在与交通。因此，只要是上帝圣灵的扶持，我们愿意同心协力，一起在圣殿中为主服侍奉献。真正有心的教会是不需要人多的，真正的宣教使命的教会不在礼拜人数的多少，教会最需要的是宣教的意向与使命。就像使徒传第28章也是此经书最后一章，这一章记载使徒保罗等一行人以平安抵达罗马，并叙说使徒保罗如何对那些犹太人领袖宣扬上帝的信息，以及见证主耶稣基督。阿们。
我们谢谢于弟兄。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本会牧师蔡伟文蔡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证道主题是服侍人就得祝福。我们有请蔡牧师。谢谢我们的这个于家贤机长啊，他前面那个嘘，还有那个英文那个是在飞机上的声音啊。好，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今天听到家贤弟兄他的一个分享。那当然因为他比较这个不好意思说啊，这个耽误我太多的时间，所以他说，牧师我讲很快。我本来想说他应该可以讲多一些，那我就可以讲少一点啊。感谢主，让我们的这个在19号到6月19到21号这3天的当中，我们去到澎湖去关心澎湖的教会啊。当然澎湖不是只有马公国语礼拜堂，还有其他的教会。其实包括我们在台湾看得到的教会，几乎那边都也有。不过那是在比较热闹的地区、热闹的市区里面。但是在乡村的在离岛的地方，离岛的离岛就更少了。所以各位如果刚刚看到照片里面，包括像望安或七美这些地方，是更少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跟大家分享那个导游他在那个地方他讲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刚好我们那天去到望安的时候，我跟我们同车有另外一组的这个旅游团，他们是从这个美国洛杉矶来的，然后他们说要回来寻根，因为他们的一个可能家人或者是他们的家里的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从澎湖这边出去到美国的。所以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找他们家乡的教会，结果很不凑巧的，在望安那个地方的教会，听说已经没有聚会了。然后他们是坐船到这个将军屿这个地方去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坐在礼拜堂里面享受冷气、享受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上帝，有很多人的服事，很多人的参与在这当中。当然，我们也要去纪念那些在辛苦的在偏远地区的教会，因为那个确实非常不容易。所以暑假时间，也许有很多人会安排计划去一些地方去旅游，或者是去这个访问，或者是去探宣也好，或者是去拜访亲友。如果有经过一些教会的地方，或是有经过一些布道所或是小教会的地方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驻足在那里，为他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让设立在那里的教会的传道人不孤单，让设立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孤单，他们有许多的人能够陪伴他们，知道有人在远方也为他们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好，有一个这个父亲，他因为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很可爱，因为小朋友这个常常会看一些卡通，这个他的女儿就看了一部卡通叫做《3只小猪》，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觉得应该要教育一下自己的孩子，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好，所以他就跟这个孩子讲说，这个妹妹啊，爸爸跟你说，人养猪是为了要吃它的肉，所以才会要养猪的。好，然后这个妹妹就问爸爸说，爸爸，那养小鸡呢？吃这个小鸡也是要养大的之后要吃小鸡的，要吃这个鸡肉的。那养这个小鸭呢？当然也是要养鸭子，希望它长大可以让人可以食用的。那你养我要做什么？你养我要做什么？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虽然这个有时候需要让孩子们知道一些真相，当然很好，但是有时候蛮残酷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家长的人知道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虽然有一些事情是很真实、很残酷，但是我们至少有点梦想，让孩子们知道对一些事情还是有一些梦想跟期待的。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煮饭的经验是什么？有一个新嫁娘，她要嫁到夫家去的时候不会煮饭，她就问她的老妈说：“老妈怎么煮饭？”她说：“1杯米，1杯水就好了。”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杯米，1杯水，知道怎么放，知道吗？
这个新娘她是把1杯米、1杯水放在电锅的里面，1杯米、1杯水，这样就可以按了啊。好，所以千万不要笑，因为有很多人也会这样啊。我们第一次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别人的指导有时候不一定会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理解上是错误的。包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个大陆上有一些影片说，这个婆婆教这个媳妇煮饭的时候说要加油哦，然后媳妇就在旁边加油加油加油啊，不是这个哈，不是这个，千万不要误会哈，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知道吗？德瑞莎修女她这样说，她说信心的果实来自于爱，爱的果实源自于服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讲爱，但是我们不晓得，其实爱是要从服务来的。你怎么样去服务人？你怎么样透过你的亲身的服事跟侍奉，能够使人得益处、得帮助，那才是真实的爱。当你透过服事，当你透过侍奉的时候，透过这些你对人的一些的服务的时候，从这里产生出爱的果实，而爱是信心的一个基础，跟信心的一个开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出于没有瑕疵的爱，不是出于那个有意图的，或者是有一些想法的爱心。有一些人他有爱心，但是他的想法是有意图的，我要得着些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的一个根基是无瑕疵的爱，在这当中没有带着任何的期待或目的，只单纯为了希望对方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在讲爱的当中，我们同时也能够知道怎么样透过服务能够产生真实的爱。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能够用爱心来服侍人，但是怎么样叫做有爱心？怎么样叫做真实的爱心？从这样的一个爱心里面生出信心出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发挥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能够在所行的事上讨上帝的喜悦。我不是说要用这个来得到救恩，不是，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能够去行善，这是上帝所要我们去行的。等一下我会做说明。好，所以我们在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让很多人会说啊，我出去传道，我去传福音，我参加教会的服事跟侍奉，我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教会的里面，那我能够获得些什么？或许我可能需要花时间、花精神、花体力在教会里，那我能够获得些什么？很多人会希望用一些比较功利的方式去希望要得着些什么。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人都会需要这样。我要投入这些的时间、精神、体力，投入这些的智慧或是这些的能力，我希望我能够获得些什么。所以耶稣出去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也了解门徒们他们要放下自己的工作，要去传福音，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要获得的是什么？一个基督徒，当我要花时间在教会里面侍奉，当我要服侍人，或是我要去做这些侍奉，或是我要出去外面去传福音、去宣教的时候，那么我可以得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侍奉局限于在台上的服事，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喜欢当司会的人，或是当传道人、讲道的人，或是当司琴的人，这些都是看得到的，或是至少我可能做一下后面的音控的人，至少人家还看得到。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很多的服事跟侍奉是看不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坐在我们的这个椅子上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需要有一些人付出他的时间来做打扫整理的工作，需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或是在诗班里面，或是在一些的小组的里面，或甚至需要有人去做一些整理的工作，包括整理谱，或是包括整理一些的这些需要用到的资料，甚至有的人需要去在我们外围的地方、花园的地方去帮忙处理这些花草树木，因为这些都是服事。我们很多人只有希望看到哇，这个有人在台上服事，但是我们不太去注意到有人在私底下的服事。事实上，我们在每一个服事都能够荣耀上帝，我们在每一个侍奉都能够来荣耀主，不是只有在台上的，或是在台前的，不是只有在台上的人，或是在台前的人才是在服事。我们甚至是在后面的地方，包括你可能安慰受伤的人，包括你可能去带个便当给饥饿的人，这些人也许看不到，也许我们没有去注意到，但是他们也在侍奉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侍奉不是只有局限在某些地方，而是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荣耀上帝。好，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4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40节的地方哈，我们一起念来。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为什么要告诉这些的门徒这样的事情？因为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并不一定都是这么顺利的。但是耶稣给这些门徒一个鼓励，就是当人愿意接待你的时候，当人愿意接受你所教导的讯息的时候，同时也是接待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接待你的时候，不单是接待了你，他也接待从你身上所发出的上帝的话语。所以传福音的人，或是我们包括第单章，或是我们引人归主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被拒绝，或是好像被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是一件好像很羞愧、很羞耻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什么？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接待传福音的人，接待这些服侍上帝的人，接待这些或者是接纳这些愿意爱心服侍人的人，就是在接待耶稣。接待耶稣，也在接待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接待这样的事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当过接待同工，或是招待的同工。当你站在门口的时候，其实你就代表了上帝来接纳许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事工，因为有人会因为你的爱心的服事而觉得这个教会真美真好，但是也有人会因为你的服事或是你所做的事情，会认为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侍奉、小小的服事，是一个接待人的工作，都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工作。而当人愿意接待这些来到教会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有圣经根据的。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上帝就将这个祝福要给你。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了什么来服侍。有很多人会误会刚刚牧师讲我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才来服侍。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祝福，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代表上帝来接待许多的人来到教会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服事。包括我们被接待的人，我们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当人祝福我们的时候，当人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当你被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你只是被服侍，你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最近我看了一本在这个信义会他们传讲这个教会礼仪的书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事情，其实上帝也在服侍我们，我们服侍上帝，但是上帝也在服侍我们。上帝透过什么样的事在服侍我们？上帝透过他的圣道，上帝透过他的圣言，还有上帝透过他的圣礼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
所以在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圣道或者是圣礼，这个叫做上帝的施恩的工具。上帝透过圣道、圣礼，包括我们今天要领受的圣餐，这个都是叫做施恩的工具，让人可以被上帝来服侍。而我们用什么来服侍上帝？用我们真诚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当我们用诗歌来敬拜，当我们用这个上帝的美言美词来敬拜的时候，那是我们对上帝的服侍或是爱的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里，你得到上帝的服侍，你被上帝来服侍跟侍奉，同样的，你也用回应爱的回应来回应上帝对你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侍奉不是因为我要让人看见，侍奉不是因为有好名声，侍奉不是只是单纯为了我要得到这个功德祝福，不是这个，这些没有办法让你得救，真正只有信心让你得救。而你要用爱来侍奉主，是因为回应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为了我要赚取些什么，而是我要能够来回应上帝对我的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1节，耶稣对这些门徒怎么样来告诉他们说，你得到祝福的关键是什么？4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1节，一起念来。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你接待了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很多人以为说这两个词好像是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词而已，其实不是哈。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对这两个词它是有一个慎重的定义的。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先知是忠诚传讲上帝话语的人，这些人叫做先知。然后义人是什么？义人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这些人叫做义人。所以意思是什么？当你能够接待那些用话语教导你的这些的传道人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赏赐。当你能够去接待那些在生活上行为上真正遵照上帝的话去行的这些人的时候，你也得到了上帝的赏赐。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祝福很难得到，祝福很容易得到。你怎么去得到它？去接纳跟接待那些愿意遵照上帝的话去做的人，愿意去传讲上帝话语的人，这些人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赏赐。跟各位讲一个见证哈，这个姐妹她在以前我在教会实习的时候碰过这个姐妹，她亲自讲了这个见证。她说她的舅舅曾经接纳过从大陆撤退来之后，有一些的传道人，因为在大陆有一些教会传道人，他们回到台湾来之后，那他们年纪比较老迈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基督徒，他们就接待这些人到家里面来。这个姐妹她的舅舅接待一个老牧师到家里面来，一个从大陆撤退来的一个老牧师，那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帮他安排住的地方，然后供应他的这个吃饭。那这个老牧师常常躺在一张小床上面，其实年纪也很大了。但是这个老牧师他有看见异象的恩赐。后来这个老牧师过世之后，这个姐妹她的舅舅在整理这个房间，然后把它整理好。当然他没有把那一张床丢掉，他把它当作他一个休闲的地方。结果这个姐妹她的舅舅因为躺在那个床上时间久了之后，居然他也得到了那样的一个恩赐。当然我不是说你为了要得恩赐去做这个事情，不是。要去记得一个事情是，当你接待了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当你接待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当你接待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从你的弟兄姐妹身上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给你的祝福的管道有很多，而你愿不愿意来领受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所以雅各书里面说，所以人如果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需要的人在那里的时候，当你看到有需要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塞住那个
不愿意去帮助的心，或者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需要我的帮助，刚好我有这个恩赐可以帮助他的时候，当我们塞住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塞住这样的一个行善的机会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里面的爱心是不断的循环的。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服事，能够让我们彼此得到祝福。所以以弗所书2章10节说，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预备叫我们行善，行善是上帝预备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不讲行善，但是行善不是为了赚上帝的恩，而是要去看到这是我应当去行的，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我应当去行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行善不是为了某一些目的，当然我们希望得祝福，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些目的来做这样的事情，而是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透过行善，透过这些的帮助，让人得益处，这也是人得祝福的机会。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喜欢能够当领袖，或者是希望能够当一个带头的人，带头的人更需要学习服侍人。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跟社会里面是不一样的，社会里面是所有的人都服侍那个最高位置的人，但是在教会里面是位置越高的人要服侍，谦卑的服侍那些在这些的位分上比较低的人，让他们得到帮助，得到侍奉，得到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大的做最小的，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这才是教会的服侍的方式，而不是社会的服侍方式。所以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的总务同工，他说这个我去院长室打扫，我叫院长站起来，院长就要站起来，知道那个意思吗？那就是权柄，知道吗？权柄是什么？权柄来自于你的服事，而不是来自于你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能够有力量，能够有权柄，是因为你要让这个人更好，而不是为了要去彰显自己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为首的要做最小的，为大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初代的教会不是用这个好像位置位分，或者是这个事工导向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方向来维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是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才能够让祝福不断的循环在我们的当中，不是听哪一个人的，不是按照谁的方式，是完全的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彼此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最常要讲的东西就是彼此跟互相。在教会里面的爱心是彼此跟互相的，不是只有我领受，而是我也能够付出这些的爱心给别人。当然在侍奉的当中需要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失焦了。很多时候我们把服事跟侍奉取代了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你的侍奉才是重点，不是的。即使你今天没有任何的服事，没有任何的侍奉，当你能够单纯的来到教会里面来领受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恩典，为别人祷告，这些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失焦了，变成我要有位置，或是我要有一个职分，侍奉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不要让你的侍奉取代了耶稣基督。所以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以前的认知里面，上帝摆在第一位，然后家庭第二，工作第三，他认为这样的排序才是敬虔人。但是后来他发现，上帝摆在第一位，不是指着说我礼拜经常来，然后我这个服事很多，或是我有很多的做很多的事工才叫做这个上帝第一位，而是上帝是在我的每一个生活的角落，或是每一个生活的方面，它都是成为第一。当你在教会的时候，上帝成为我的第一；当你在家庭里面的时候，上帝成为我的第一；在工作的当中，上帝成为我的第一。那个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能不能够把上帝看成他是你工作的主？当你在家庭里面的时候，能不能把上帝看成他是你在家庭当中的主？当你在教会里的时候，有没有把上帝看成他是你的主？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把服侍、把侍奉当成主了，而不是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真实的侍奉。所以耶稣说，敬拜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心灵跟诚实。不是在我们的那个做什么事情，而是在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在做这个事情。所以4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2节，即使一杯凉水都可以让人得祝福。我们来看一下42节，一起念来。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耶稣讲的非常实际。为什么？你就算是给人家一杯凉水喝，你把矿泉水递给人家，这个人他都成为你的祝福。你服侍的这个人，他都能够祝福你，他都能够因为你的服侍来侍奉你，就因为那一杯水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说啊，我不会唱诗，我不会祷告，我不会讲道，我不会怎么教导，我都不会。我们可以去服务人，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我们可以去关心人，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是一杯凉水给小子当中的一个喝，都要得到赏赐。所以最盛情款待真理的，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而是爱，用爱来接待那些服侍我们的人，接待那些为我们付出跟为我们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成人主日学上课的时候，请用爱来接待你的老师。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请用爱来接待那些服侍的小组长，或者是接待那些服侍你的这些的讲员或是弟兄姐妹，让他们也都能够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不晓得最近大家进入暑假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当父母亲的人应该感受最深刻。其实寒暑假对父母亲来说真的是重担非常的重，压力很大。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影片，让我觉得很感动。有一个家长他在逛卖场的时候，他喃喃自语一直在拍这个影片。他说：我很感谢老师们在学期当中带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们他们需要什么，老师讲要需要什么，我一定马上办到。因为有在学期当中有将近3-4个月的时间，有一个老师他能够愿意帮我带我的孩子，所以我一定拼命完成老师要交代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师服侍你的孩子，那么你能够用什么来回应老师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可以得到彼此的祝福。所以有一个牧师 John Owen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应该看为今世之福不是长寿，而是公开的侍奉上帝。他的论点是什么？他说充满侍奉多尽本分的短命，好过无益空虚的长命。有人活了很久，但是是空虚无益的，求上帝怜悯。当然长寿也很好，但是如果是空虚无益的就不好了。但是有的人也许他的生命不长，但是他可以透过他的服事，透过他的侍奉，生命是很精彩的。求上帝怜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也许生命不长，但是他们的服事跟侍奉是带来果效的。各位知道，在台中中部的地方有一个营地叫谢伟营地，知道吗？谢伟是一个医生，他是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兼医生，他是先拿到医学执照，然后再去当牧师的。他的生命其实不长，大概40-50岁而已。那他的最后的过世的时候是在一场车祸的当中，为的是什么？当然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做哈，把自己操到这样不好。但是他用尽他的一生，他希望透过他的服事能够让人得祝福。所以他虽然短短的时间才40-50岁的生命就离开了，但是他留下很多在长老教会里面留下很多很好的影响力。也有人这样说，如果谢伟牧师不是太早离开的话，或许今天长老教会会有不一样的改变，也不一定。但是这是人对这个人的怀念。那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在乎我们的生命有多长，而是在乎我们的生命是否被上帝来大大的使用。所以今天的经文有几个地方给我们学习的。第一个，
领受恩赐是为了更好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如果给你恩赐，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侍奉，所以你要大胆的跟上帝取得，或是要求恩赐在你的身上。寇绍安牧师说，领受恩赐是为了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多领受恩赐，使我们能够更多被上帝使用来服侍人。服侍不是为了恩赐，不是为了要彼此拿来争竞或是嫉妒的。这些的服侍是为了要让我们彼此侍奉和互相欣赏的。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当我们从恩赐当中去看到每一个人上帝给的礼物是非常美好跟不一样的。而服侍者的态度是，应当是上帝荣耀，而我越卑微越好。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抬高自己，而是让上帝的名被荣耀。服侍不是为了自己被抬高，而是上帝的名得荣耀。第二个，发挥恩赐是要给人祝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甚至连慈济都拿来在他们的静思语里面都还放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原版在圣经里啊。发挥恩赐是为了要给人更多的祝福，施比受更有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安慰人、服侍人，透过他人的需要，能够看到他人的需要，然后伸出援手。所以我们需要对人的敏感度要多一些。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服侍人，使人得帮助。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看到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或许是一个年轻孩子，或许是一个老人家，他需要安慰、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够陪伴在身边就已经足够。第三个，我们来看配搭恩赐是为了使上帝得荣耀，所以恩赐不是要互相来增进的，恩赐是互相配搭的。最宝贵的奖赏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配搭的当中，或许有时候会有一些棱角的地方需要磨掉，那就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棱角被磨掉的当中，同时我们也互相的配搭，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服侍不是为了看哪一个位置好，或是哪一个位置不好，去取得哪一个位置，不是，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侍奉、服侍人，让上帝透过这些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来祝福我们。最后，用服侍的心、服侍上帝的心来工作。也许我们的工作也是上帝透过我们服侍人的机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工作来服侍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老师，认真的教导你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得到知识上的帮助，甚至在心灵上的扶持跟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帮你把家里面整理好，你就在服侍上帝。当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忠心的管家，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成为人家的好榜样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工作服侍来荣耀主。最后，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只是在服侍人，我们也同时在服侍上帝。上帝透过我们的侍奉，使我们能够来服侍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透过服侍人，上帝透过这些被我们服侍的人，也祝福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小看任何的侍奉，每一个侍奉都很紧要，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造就上帝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服侍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奉，你的小小的服侍，在门口当招待、递福音单张，或者是发周报，都是使人得祝福的机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彼此祝福的教会。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爱我们，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把你的爱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付出爱，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领我们在生活上尊你为大，每一件事情都以你为第一，让我们所行的事上都顺服你，并且也接受你所为我们安排的每一个位置跟侍奉，使我们透过每一个位置跟侍奉，也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能够祝福人，也使我们自己得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为我们传讲解释
服事的真道。我们现在来进行每月初一次的圣餐礼。我们以心灵良诗选300首的第一段，与主合一，请来唱，请各位起立。姐妹请坐。我们卫理会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每个礼拜的第1天不是礼拜1，其实是礼拜天。一个礼拜的第1周的一个礼拜的第1天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时候，一个月的第1周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1个礼拜天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很多的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上帝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服事上有挫折、有失败，也许我们在服事上常常被拒绝，或是被人家挑毛病。牧师也是不完全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很期待牧师应该怎么样，或是传道人应该怎么样，或者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应该是要什么样的样式。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去韩国的时候，知道我们的这些牧师们很坏。我们这些坏牧师都是做什么？当我们看到人家教会很兴旺的时候，都会说：“看啊，人家的会友。”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到人家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坏。他们说：“看啊，人家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罪人。我们常常去挑剔别人的毛病，但是我们没有去接纳别人的服事。求主怜悯。我们常常在服事上，我们常常会去看别人的缺点。我们特别常常当老师的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比如小朋友在擦窗户的时候，其实90%都已经擦得很漂亮、很干净了，但是我们就通常都会去窗棂那边挖一下，去那个边边角的地方弄一下。哎，你看你这个弄得不好。当然，我们需要择善固执，也需要尽量往完美的方向走。但是，好不好？让我们多看一些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多接纳别人的长处，少看到别人的短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帮补，包括牧师也是。牧师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协助。牧师有时候也常常会去指责别人，或是教导别人，但是有时候自己会失焦。有时候会把侍奉看成是第一位，而不是上帝。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让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原本我们应该是要能够在疫情后，我们能够有一个这个改变的圣餐的方式，但是因为最近疫情又起来了，所以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来进行圣餐。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在安全的状态当中来进行。请听圣经的话，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席。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在发圣餐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是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我们就在位置上来站立，让我们的派发圣餐的同工可以把圣餐送到你的手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是还没有归入主名下的人，但是你希望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那么你就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从心里面来领受圣餐，使我们也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进入我们的心中。当然有机会我们能够受洗，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那么就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这样的事情能够成为你的祝福。当别人领受的时候，你也在心里领受上帝的祝福。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分发饼杯。那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你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从哪个地方来，我们都欢迎你来领受这个饼杯。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你从位置上站立起来，然后我们请陪餐的同工来到台前，让我们预备来领受圣餐，然后请帮我们消毒的同工也来帮忙一下。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就请你坐下来，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来领受
上帝的恩典在你的心里。我们也谢谢这些年轻的小弟兄小姐妹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虽然是喷酒精，但是他们也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们也透过被服侍，我们也祝福他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就请你坐下来，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饼杯。无论我们从哪个地方来，我们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就请你安静的坐下来，我们一起等候，让我们能够在等候的当中，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饼杯。同样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那么我们就一样用手放在心上，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领受在灵里的圣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拿到饼杯，我们就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拿起饼杯来享用。要记得口罩要拿下来，要不然塞不进去哦。我们一起来用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今天圣餐礼到这边。我们谢谢牧师。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回应诗歌来赞美敬拜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良诗选》第300首第2段，与主合一。却想祖国。
让我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第一次来教会还未预备或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安静地让奉献袋经过你身旁。我们请施献的同工至台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由衷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求你赐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的兴旺。你是配得赞美和感谢。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向主呈献歌》。请坐。接下来是问安差遣礼，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唱第二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可以彼此起来问安。我们现在还是以拱手不握手，请。请坐。
下来是报告事项，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我们今天呢，总共有3位新朋友一同来我们的教会。第一位是陈丽文姐妹，我们可以站起来给大家拍手一下。欢迎你。第二位也跟我一样姓苏，叫苏正宏弟兄，在吗？欢迎。好，第3位呢，叫什么美吗？西美吗？哦，华叶美是不是？哦，叶，因为我每次念错都不好意思啊，哎呀，所以以后新朋友麻烦注意一下那个字要清楚一点。让我们站起来，来欢迎一下。希望这里成为你们第二个家，因为这里都是我们第2个家，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教会的事工。那本周主日为7月份的圣餐主日，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待会1点半后有7月的执事会，请各部门的执事务必参加。那下周呢，7月9号上午11点崇拜结束后，在205教室有召开小组会议，请小组长留步时间参加。教会将于7月份的双周周3早上10点，于社区开设台语民谣活动，邀请林花里的李明以及社区朋友们参加。我们的老师呢是萧天一执事。牧师将于7月22号至8月26号开始，周六上午10点将开设从新生命开始的师资课程，欢迎有意愿的学习从领人信主到生命成长的弟兄姐妹们报名，名额年龄不限，5位以上开课。7月18至19日呢，2天本堂分别由蔡伟文蔡牧师以及萧天一执事前往总会参加金本景红本门徒的师资培训，请为他们的领受好好的带祷。总会的姐妹将于8月18至19日举办姐妹夏令营，主题内容为认识忧郁症及如何与病患相处，可以向办公室报名。暑假即将来到，请为本堂的儿童及青少年学生暑假活动关心祷告，并为初日平安祷告。蔡牧师呢，将于7月2日主日后的11点半至12点半开设桌边谈查经小组，就是结束之后，邀请有意愿谈论不设限信仰议题的弟兄姐妹们，透过喝牧师茶来找茬，喝牧师咖啡聊是非。活动彼此联系。那地点是在6楼的多功能厅，自备餐点跟茶点。那卫理神学院呢的延伸班下学期将开设加拉太书的课程，师资是刘清前牧师，上课时间是9月22号到明年的1月5号，为每周五的晚上7点至9点，可以向办公室报名。还有一点就是教会要征行政干事，那这是个很重要的职务，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教会来代祷，以及介绍及推荐，若有合适的人选，仅将履历送交办公室。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周四的实体查经祷告会，让我们来为所关心的事祷告。虽然现在法规上已经不规定戴口罩，但是为了会众的安全们，我们还是建议戴上口罩。那饮食呢，还是以小组各自的安排为原则。教会未来就算疫情结束，也将来不开放爱宴供应，请弟兄姐妹们知悉。那有关肢体消息的方面呢，弟兄们姐妹们可以看下面的报告事项，来为弟兄姐妹肢体不适的来代祷。我们牧师是否要补充呢？牧师这边做一些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暑假的当中，我们成人主日学是会停课的，但是我们到9月以后，我们又会开始恢复，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耐心等候跟预备2个月的暑假，可以让我们先做一些的圣经的预备。如果你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的，也可以挑战自己在暑假的当中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我们可以来读圣经。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来预备好自己，在下半年的时候，让我们充实自己，能够在圣经知识上能够更得帮助。那但是在暑假的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课程可以进行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也不用担心，我们也可以需要有一些上课，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上课可以参与。那特别我们在礼拜3的7月刚有报告到7月份的礼拜3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台语的民谣的这样的一个赏析的课程。那我们的主要对象是针对福音朋友，所以假设如果你有福音朋友要来透过台语的民谣来稍微认识上帝也可以邀请他们来这样的课程。那另外有2个课程，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7月22号有礼拜6的早上10点钟，我们会有一个带领人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师资课程，就是陪谈课程。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你也觉得能够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能够带领人信主是一件荣耀跟快乐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也欢迎邀请你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陪谈课程。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刚刚周报里面提到的红本跟金本。那我们上过红本的弟兄姐妹有福了，因为牧师要去上金本师资，所以也就是快的话，我们明年可以开始开金本的那个门徒课程。那我们的另外的红本门徒课程导师是我们的天一弟兄会去上课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上过红本的欢迎你来也准备来报名但是我们有一点要求，就是这个课程很长时间，将近有9个月的时间，金本也是9个月的时间所以要挑战这个9个月投入在圣经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恩典的里面的话，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来进入这样的一个课程里。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在6楼会有茶经课程。这个茶经是喝茶的茶所以没有压力的。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新朋友，也欢迎你。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小组，也欢迎你。然后如果你是希望带新朋友来，也欢迎你。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茶经里面，我们可以用时事，透过现在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谈信仰的内容。那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这些的小组查经，我们都能够有丰富的内容在这当中。愿上帝祝福我们。谢谢。我们谢谢牧师，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山一颂》。天之下，万国万民，心生赞美主是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真，我有慈怜，万福之本。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也让许多人成为我们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殿乐。
们在订阅中默祷，以及我们下周服事的人员，请预备心来服事。为我们今日的报告事项、肢体消息来祷告。若你心里忧伤、病痛或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可以进前来，牧师可以亲自为你祝福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爱你们，上帝也祝福你们。